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然后透过诗歌和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那一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他的道路蒙主喜爱。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到，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大能手，大能手，主必用大能的手搀扶他。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到，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那一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他的道路蒙主喜爱。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到，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大能手，大能手，主必用大能的手搀扶他。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到，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大能手，大能手，主必用大能的手搀扶他。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到，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主的手一直搀扶着我们，带你们走过各种道路，不管是开心的路途，或是难过的路途，主都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献上感恩，一起宣告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辱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掌管世上的一切，又施行公义。就像刚刚诗歌一样，神他都一直搀扶着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救恩，借着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所喜爱的义人。我们一起来感谢，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呢，让我们有份在你的服事当中。主啊，我们爱你。让我们成为你喜爱的，也因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会中能够站立，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罪，因为你的爱让我们成为你所爱的义人。谢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站在这里面前，能够赞美你、歌颂你，都是你所给予的恩典。就算我们之间遇到不顺遂的事情，我们看到新闻，面对战争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我们仍然来到你的面前，将所有的情绪洗净，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主你的手必定搀扶着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凡事都能，也靠着主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喜爱的儿女，喜爱的孩子。谢谢主，我们今天用感恩喜乐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平安。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恳求主的医治，我们一起用主的话语来宣告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些代祷的项目，身心的健康、心理问题是医生他没办法解决的，只有主才可以，恳求主来帮助。在这困难路上，不管是工作、课业、家庭、人际关系，凡宣靠主的名，就必得救。我们能够祷告，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他应允我们，我们有这种关系，祷告才有效。如果愿意被祷告、愿意被祝福的弟兄姐妹，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牧者同工可以为你来祝福。不要让害羞、胆怯的心来阻碍你领受上帝的恩典。
们邀请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开口来宣告：你神是医治的主，是耶和华拉法，是全能医治者。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祷告，神必定垂听。来，我们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这里恳求你的医治，不管是身体的、心灵的，因为你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因为你要除脱一切罪恶，可能都要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惧怕。这样面对任何的事情，全能的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来宣告的时候，圣灵也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必睁眼看，必垂耳听，因为你的爱是胜过世上的一切，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当你的儿女在面对各种困难和疾病的时候，就算我们不说，你都清楚，你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我们健康全在于你，我们的身体也是你所造的，我们气息也是你所赏赐的。恳求主的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动工，特别是弟兄姐妹身体有不舒服的、有疾病的，或者心灵觉得劳累的，或者因为疫情产生恐慌的，恳求你的灵能够医治我们。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完全摆在你的面前，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害怕。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感谢主能够将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交给我们，祝福那些被疾病、恐惧、黑暗权势所捆绑的人得着释放，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经历你丰盛恩典。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最后，我们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用神的话语来宣告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在主日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了教会各种服事来祷告，为了这主日来守望。我们不只是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才要和上帝有好的关系，而是我们平常不管在哪里，都要跟神不间有连结，以及我们每日的灵修。这个主日我们也是要庆祝我们的父亲节，也恳求主祝福每个爸爸，他都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成为家庭的属灵遮盖。也为了本周的松大校务会与圣乐之旅能够顺利，求主能掌权，与他们同在。我们更要为我们青年牧区来祷告。青年牧区 Patreon 的平台的建造，透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人来接触神，以及在8月20号的关怀活动，我们将要前往桃林铁路骑脚踏车，以及8月27号的关怀见证会，能够邀请更多的年轻人来遇见神。也求主能够带领迦南青年能够持续爱主、认识主、跟随主，活出 Passion， 并有执行力和行动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我们青年来祷告，邀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举手来祷告，一起站立，一起举手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大大兴起我们下一代，也为着我们牧师来祷告，让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都能够更加深刻人心，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宣讲。因为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是可以翻转城市，也可以翻转人心。我们的祷告神都垂听，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能够
大大使用我们，大大使用我们这些年轻人，让我们都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为你做工，让我们能够战胜软弱，战胜疲劳。我们在这里大大张口为你献上赞美，也为了所有世上所有父亲能够献上感恩和祝福。求你能够祝福天下的所有父亲能够平安喜乐，让父亲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灵命。也求主能够大大祝福教会的青年们所举办的暑期活动，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能带领来的人，年轻人也好，成人也好，孩童也好，也求主能够让那些人带来的人们都能够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赏赐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更加的留下来认识你，认识耶稣，认识这个信仰。也求主保守能够今天的礼拜，求你的灵都充满在我们会堂当中，柔软每个会众的心。也祝福牧师要所传讲的道，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谢谢主，谢谢主。最后，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是青年主日，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说，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哈利路亚！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便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一早晨，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阿们吗？我们大声来敬拜。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天父对你说，天父跟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我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便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们一起来说，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大家一起来。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一起来宣告，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愿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愿我们的敬拜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主事的主啊！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爱的孩子。我们每个人虽然有一个深深的父亲，但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是的，
我们的主他爱我们，永不放弃。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这位天父。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像你一般。
主啊，当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站在你的前面，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你再一次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旷野。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用这样的新歌。我们虽然不熟，但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着主，我们必定能够走出一条属神的道路。连
说，我要贴近，主啊，我们要贴近你，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想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主，我要领受你，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信实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如你，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如你，但实际上的情况是，我们的生命就如花如草一样，甚至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正在面对到的挑战和威胁，是我们无知，无法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景况，但我们却说我们要如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信实宝座前，主，我们就看见我们真实的景况，我们就看见我们真实需要你，我们也看见主你的心意，是接纳我们这如尘土般的人，接纳我们这有限时间的人，接纳我们这有限赛局的人，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主你无限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主我们是你儿女的身份。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早上，透过今天的敬拜，透过今天的服事，主，我们看见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主，我们能够尽心的来敬拜，我们能够全力的来服事，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让我们的心因着你，在那软弱当中，在那个有限当中，能够来遇见这位无限的主，能够来遇见这位对我们生命有美好计划、有恩典的主。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也是我们的父亲节的主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会发现，怎么这么多那个年轻人一起来服侍？因为我们要将今天的服侍归荣耀给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在诗篇103篇的13到18节，诗篇103篇13到18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来领受上帝的心意。如果你有手机，或是你有可以跟我们一起看荧幕的话，上面都有这经文，请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到诗篇103篇13到18节，预备好要来读了吗？好了吼，好，我们一起来读哦。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当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上帝的话的时候，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清楚的，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就好像现在台湾在面对的处境，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上帝让我们如花如草，非常短暂的生命，却可以经历到他永恒的慈爱，他的公义，以及他对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刻，我们有机会来遇见这位神，但是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来认识这位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邀请我们的青年来对我们分享见证。他的见证呢，真的是很奇妙，上帝的带领总是让人意想不到。那我们来拍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以诚弟兄。今年高中毕业升大学，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证。好，谢谢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以下是我的见证哦。从小啊，我出生在一个双信仰家庭，爸爸是传统佛道信仰，妈妈则是基督徒。好，那我在我们家是长子，我还有个妹妹吼。然后当时家里为了传承香火，所以呢，他们对于我来教会是反感，甚至是直接拒绝的，因为他说，你以后要传承香火，要祭拜祖先，你不可以直接来到教会这边，并且相信另外一个信仰。好，那我这样子看到小时候，妹妹就可以一直去教会，然后我只能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电视，就很无聊嘛，对，然后我心里就开始有点失望，为什么我不能去教会？教会为什么我不能去？为什么我要看神桌？为什么我一定要继承？好，所以我就非常的难过吼。那接下来，内心逐渐对宗教失望，拿到香我就会去拜他，然后我听到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也会直接喊阿们。但是我其实都不理解那个意义是什么，也不明白说，这到底是我是跟神说话，还是我是跟祖先说话？好。直到国中，我在家庭、学校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人物。就是小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皮，然后就会到处跑、到处玩。然后其实老师们啊、家长们都拿我没办法了。但是呢，神出手了，神有办法。国中班导找我妈妈约谈，导师说：“妈妈，你不是基督徒吗？我认为以诚是需要舞台展现自己，教会不就是个好地方吗？”哇，这句话我到高中才知道。我在高三某一次，妈妈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们老师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对。然后神却借着我们国中的班导带领我来到迦南教会。好，那来教会就要参与服事嘛。我来教会第一次参加服事就是夏令营，2017阿嘎佩。当时在选组的时候呢，我就满怀信心的选了活动组，心里想说，我本来就外向活泼，活动组一定适合我，保证适合我。我满怀自信的来到这边服侍，却被彻底的打脸。因为我跳得不好，上台讲话我会害怕，甚至呢，我还跟学员玩在一起。哇，这个是活动组最雷的那种哦。对，我一度怀疑我其实不太适合这里，因为在这边我是一个还没准备好的人。就这样子迷迷糊糊的过了4天哈。第4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晚祷，晚祷的时候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活动组的组长就是田恩姐姐，她对我说：“活动组永远欢迎你，并且为我祷告。”我其实很惊讶，一个营会居然愿意包容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组员，一个在玩在闹，然后没有办法做到很多该做的事情的人，还包容我，并且邀请我明年再来。哇，我超级惊讶的。好，也让我知道呢，在神里面服事是有爱的，是包容的。接纳我，包容我，我还在暗中发誓说，我未来要持续参与夏令营，并且我要参与的是活动组。好，那接下来往后呢，服事中我学到很多教会没教的事情，让我发现自己，然后逐渐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带领活动也愈加得心应手，讲话也开始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对。好，然后我也会开始逐渐在教会中在学校中介绍我的教会，也就是迦南教会，然后开始跟朋友们，就是让朋友们知道说，我是信主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其实基督徒算是非常少数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时我们像高中，我33个人，
我们班只有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还是很成功的让全班都知道说我是基督徒，并且我每周日都会来教会。好，一直宣传就是我们教会我们的神，可能在其他人眼里很奇怪，但是呢，我还是不气馁，继续的去逐渐推荐，然后去带领他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我相信啊，主啊对这世代是有心意的。然后我也想传扬这份就是包容我的爱。神也回应了我，他让我在高中的朋友们全部都认识了上帝。虽然呢没有说持续来聚会，但是我知道只要他们认识神，神必定会对他们的生活有所动工。或许不是现在，但是在未来，我相信他们也会是走入神的道路。对，他们也必定会相信神。直到18岁这年，我受洗了，这是神授给我最棒的生日礼物。感谢主让我能够认识你，认识嘉南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也会持续在主里面服侍，并且见证，让更多人知道青年也是有影响力的。因为神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我的见证。我们将拍掌的荣耀归给神。来问一下以晨，你今年几岁？我今年18。他今年18岁，他今年受洗。我们再一次将掌声要归给我们的神，好吗？谢谢我们的以晨的分享。在青年主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很感谢神，可以透过许多人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包括你，包括我们，都是上帝的见证。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遇见他。虽然我们的生命好像在整个永恒来看非常的短暂，但是当我们相信神，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参与在这永恒当中。那我们呢，在这几个在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个影片，就像刚刚以晨分享，上帝怎么透过动工在透过人动工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爸爸也是，虽然我们的爸爸可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天父很奇妙的，也透过我们的爸爸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感谢我的爸爸，就是他教会我很多电脑上的问题，然后以及那个信仰上面的那个教导。就这样。他是爸妈，干嘛？就是比如说 PPT 的操作，还有里面的内容之类的。有，他就是希望我就是长越大，就是越能自主的跟上帝祷告。哦，那你爸爸现在在哪呢？我爸爸现在在里面练歌。哦，好。大家好，我是恩典。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说，要努力去应付各式各样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看着我爸我认为是我爸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去对待他。那父亲有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的话，你会后悔，而且事情会做不好。那长大之后，其实我也深刻体会到这件事情。那也因为我父亲给我的这一句教诲，所以让我后续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很好的去应付。爸爸教会我的东西是音乐，还有长期监视。因
因为我从小就在家里看着我爸爸在练长笛，后来升小3之后，因为学校有管乐团，爸爸就建议我说要不要去学看，我就开始去吹长笛，也吹到了现在，也念到大学音乐系毕业。在这个学音乐的当中呢，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每次看我爸爸练习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有兴趣，然后非常的专心，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要跟他学习。谢谢爸爸从小教我音乐，能够成就现在的我。爸爸教会我的事情呢，就是在职场上的软实力。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忍耐。因为我刚踏入职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沮丧或焦虑。那爸爸就跟我说，其实人生当中，包括在职场上，很多时候就是要忍耐，忍一忍，那事情就会过去。我从爸爸身上也看到他实践忍耐这件事情，因为无论工作多辛苦，他都不会多说什么。我现在在职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是会忍耐，然后冷静的把事情处理完毕，那也更加的适应职场。爸爸，我爱你。觉得爸爸给我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从小到大看着爸爸在台上带敬拜，或者是在台上当司礼，然后在教会非常热心的服侍。我那时候看到爸爸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爸爸非常的帅，而且觉得爸爸非常的厉害，就是他身上会有一种发光的感觉。但我长大之后呢，我也认为我应该要在信仰里面要委身，要服侍，所以我现在也在教会里面担任敬拜团，希望有一天可以跟爸爸一样，可以为主服侍，为主做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会说我们有一位天父，在这个天父面前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角色。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亲生的父亲。我觉得我们的亲生父亲他也是会用他的方式来教导我们，陪伴我们长大。如果用教会的音乐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天父就像一架平台钢琴，像这个平台钢琴，他的音域啊跟他的视觉感就是他可以支配的整个教会的音乐。那我们的爸爸又像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是这个口风琴一样，就是它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口风琴很渺小，但是其实口风琴它还是可以带给我们很不一样，但是也还是很棒的音乐的体验。所以这次的父亲节，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重新感受一下父亲如何像天父一样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你的爸爸有教会你什么事吗？爸爸教会我瞎掰，就是明明就是想要自己秀一下口风琴，然后讲好像很有一般道理这样。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跟我们旁边，如果你知道他是父亲的，跟他说父亲节快乐。这样的一个日子呢，不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纪念在我们地上的父亲，不管他现在在哪里，刚刚的分享里面，大家应该都有听到那些爸爸教我们的事。今天的这篇诗篇，也是这个经文的作者，他经历到天父爸爸教会他的事。你还记得你的爸爸教会你什么吗？让大家10秒钟来想一下，线上的朋友也来想一下，教会你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经历过他爸爸实际与他的同在跟陪伴，有一些人可能因故在人生的这段路途当中，他的爸爸有各样的原因不在他的身边。然而今天这位诗人所在讲的这位爸爸，是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在你的软弱当中，在你面对到那个跟自己生命中的挣扎拉扯的时候，在你面对到现在台湾可能有这个战争的威胁的时候，在你面对到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伤害的时候，这位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而且他与你同在。当你寻求他，你就要来经历。今天这位诗人就要来跟我们分享
分享那些天父教会我们的事。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这可能也是你的经验，这可能也是你想要有的经验。所以在今天要来讲到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忘记了，你只要记得这句话就好。下个礼拜如果有牧师或刘牧师在邀请大家、在问大家的时候，我们只要记得这句话就好。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记得上帝对他儿女无尽的慈爱。记得上帝对他儿女无尽的慈爱。那我们成为这个儿女的身份之后要做什么呢？在最近的新闻，许多人也有看到，当这个疫情继续下去，疫情带来的副作用，许多的家庭竟然出现了老虐的现象。什么叫老虐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居家行动不方便的长者，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亲人照顾他们的时候，有越来越多这种虐待，或者是疏忽，或者是照顾不良的事情发生在台湾新闻的当中。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继续延续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当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就是父亲节就是爸爸要父亲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反过来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成为一位天父的儿女。我们怎么成为天父的儿女，就要先来认识这位天父是一位怎样的天父。今天的诗人非常激动的，非常感动的，一开始就对他自己的生命来说话。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心来讲哦。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有人说诗篇103篇是大卫写的诗，有人说因为大卫太有名了，所以借他的名字在那个时代说这是大卫写的诗，那大家就会来读这个诗篇。不论是不是大卫写的诗，其实都在讲一个人他经历到上帝之后，他提醒他自己的心，当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的心啊，你要来称颂这位神。当我们来称颂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忘记眼前的困难跟挑战，而是我们会想起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的恩典今天临到你了吗？上帝的恩典今天与你同在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这位诗人他有一个身份，从这个身份开始，他意识到上帝怎么样像一个父亲与他的儿女同在。第一个就是当他的生命遇见这位上帝，他经历了一件事情，跟父亲节要过节的时候很像。父亲节要过节的时候很长吼，就这几年的父亲节很常会说这个是父亲呐，那个要过节的时候爸爸要怎样？爸爸要刷卡，爸爸要买东西。不是过父亲节吗？而且我今天在早上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们5月的时候叫母亲节主日，请问大家今天叫什么主日？其实今天叫青年主日。爸爸在哪里？爸爸，下面很多爸爸。对啊，我在哪？我们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有一种倾向，就是会觉得父亲他就是要成为这个供应的角色，成为这个保护的角色，甚至成为父亲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父亲可能可以为我们付出金钱，可能会为我们付出爱、时间，他全人的生命。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父亲，母亲也没有办法父亲，谁都没有办法父亲。这位诗人却亲身经历到
上帝为他来付清，付清什么？付清他一切的罪孽，付清他一切的身体的不健康。我在讲的付清是清算啦，不再欠债啦。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代，我们很常欠债啊，可能有人欠卡债，可能有人欠什么感情债，有人欠什么身体债、健康债，有人欠人情债。然后现在呢，在台湾，这个关系很紧张哦，到底谁欠谁的债，我们都不知道哎，越讲越迷糊嘞。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有那个导弹经过台湾的这个上空？虽然这个导弹射到那个大气层外，这不在这个直接的范围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去经历到那个不知道到底是谁欠债啊。然而，上帝却为这个诗人付清了。上帝付清他生命中的欠债，不论你欠的是什么债，这是我们想要领受的吗？这诗人他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第二个讲到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认识这位像天父、像爸爸一样的上帝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的负担减轻。怎么样负担减轻呢？就是帮我免那个债。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是这样哦，你免除他一切债，他继续找债务回来让你欠。那我们就要去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轻省，不论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请。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位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要让我们远离罪恶试探。但是就算我今天讲完了这篇道，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威胁仍然在，是吧？我们遇见的挑战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仍然在。那我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来听这篇讲道？我什么原因要坐在这里？其实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牧师说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然而只有一种人你会付清，你的负担会减轻，你的负担会被卸下来，就是在今天经文中讲到的紫色的字，敬畏他的人。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环境中，我们就在这个挑战中，我们就面对这个两岸的威胁。然而神要为那敬畏他的人，神要对你的生命来说话，他要带领你来走这条公义的路，他要带领你卸下你生命中的重担。牧师，这都是说的啦。的确啊，是说的，因为没有行动，我们就是说的，我们就只在说而已，说完也没有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距离。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就想我跟爸爸到底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那我们有没有思想到，我们平常我们跟这位天父爸爸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跟对岸的飞弹距离太近，跟对岸的巡航舰距离太近，跟对岸的军机距离太近。但是我们平常有没有想到，在各样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罪恶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与恶的距离吗？其实在讲到这个距离的时候，诗人就是在讲，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零距离。
所以很常牧师们都会说到一段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说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个重点，就是要到我这里来。我们到了吗？我们在路上吗？还是说我想去，但我就是待在这，我没有要动，我没有要动作。当这位诗人他亲身经历到，在神的里面，上帝的心意真的是要将他从罪恶中远离，要将罪恶中带离。他真实经历到，原来这位天父爸爸，这位天父能够帮助他的，不仅是付清他所有的债务，不仅是付清他所有的罪孽的这些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的，更是教导他说，你怎么样来走这条道路，就是来到我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天，透过迦南之声，透过小组，透过礼拜，透过我跟上帝的关系，透过这些教会的活动、信仰的活动、信仰的书籍，我们其实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来到人的面前，不是来到活动面前，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要成为你的父亲。诗人在这边用一种说法，上帝这么大，我怎么知道那个关系这么亲密是要怎么样呈现？是这个树跟我之间的关系，河跟我之间的关系，还是隔壁邻居跟我之间的关系？诗人他用父亲的这样的角色，就像今天13节一开始就讲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上帝就好像是一个爸爸一样，在现在的爸爸，台湾的爸爸，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可是在旧约时候的爸爸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旧约时候的爸爸，不只是一个爸爸跟这个小孩这样我陪伴带领关系，他更是代表一整个家庭，甚至在那个时代一整个家族。透过父亲这个角色，好像是一个定位，就定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方向走过去。所以当上帝成为你的父亲的时候，是在说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定准了，我们都要往那里去。而这个方向是什么？这个方向是让我们生命去经历公义的方向，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有生命的方向。在今天的经文当中，17、18节特别讲到，我们要成为公义的儿女。什么公义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上帝心意之后，我不是讲完而已，是我讲完之后，我就开始遵行。在这里面呢，有3个关键行动，非常快速，要带大家来经历。诗人感受到他什么时候会很清楚知道他往这个定向走去，他什么时候他很清楚知道我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记得的时候。当儿女纪念他父亲，就像我们刚刚影片讲，我去想起我爸爸对我的那些好的影响，带领我在那里学习当中，我学到什么？刚刚有人说忍耐，刚刚有人说是一个很努力的爸爸，刚刚有人说是一个什么瞎掰的爸爸，是一个很喜欢告诉大家很有影响力的爸爸。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位诗人一开始就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数算恩典吗？我相信大家是的，所以我们会坐在这里。我每一个礼拜来到神面前，我就是在数算恩典。我这礼拜经历什么样的恩典？我到现在还平安坐在这个地方，飞弹还没打过来，感谢上帝。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关键行动。第二个关键行动，在这段诗篇当中讲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请。
但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属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第二个就是上帝他的恩典公义要临到寻求他、按着他心意去行的人。在今年呢，台湾神学院有很多老师退休，今天我们3位牧师都是台神毕业的哦。当有一个老师他退休的时候，对他的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深刻。他说了这么长一段经文，没有，他只讲一件事情。他说，服事是恩典，也是特权。今天许多青年来服事的时候，其实第一场可能还有一点看不出来，第二场会很明显的发现，大家全部都在做我们不擅长的事，不擅长讲台语的。不擅长带敬拜的，不擅长招待，全部都一起来干嘛？来学习。我很欣赏这个老师他说的话，他在神学院教了37年，37年他还在学习这段经文。什么样的经文呢？他在学习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同为后世。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像他的儿女一样，像他儿女之后，然后呢？这是保罗说的话哦。保罗说：“我们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就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上帝之后，我们就像那个福音的执事，要一起来服侍。我们是如此微小的人，这个诗人也这样讲。在诗篇里面，我们这么的微小，就像花，就像草，随便折一下就断掉，没有浇水就枯萎，只要不是季节还会长不出来。然而，上帝却使用我们这微小的人，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所以，服侍是恩典，服侍是特权。当我们来领受这服事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是，怎么这个事要你做，那个事要你做，当然太多也不对。然而，当我们能够起来服事，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参与在他的家中。所以，当我们领受儿女的身份，是要来遵行这位天父上帝的话。特别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更重要的，从头到尾，这位儿女他对他爸爸，对这位天父上帝这边所说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儿女，他是将他天父所赏赐一切看为好，看为棒，看为是他生命中的好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最后面就有说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的心要来称颂耶和华。每一次称颂耶和华，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人生的 GPS 开启搜寻功能，定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今天这个女性，她叫格拉蒂斯，这个当然是中文翻英文。她是一名数学家。当我们今天开我们的手机，不管你是要开哪一个地图，都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卫星定位，她就是 GPS 的发明人。当他发明 GPS 这个系统，那个时候叫一个很难叫的名字哦，卫星无线导航系统，后来叫做 GPS 全球定位系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活在一个没有公义，不能讲没有公义，不是公义的环境当中。因为的确有公义，然而这个公义在谁的手中？不是在当时的白人手中，不是在当时的总统手中，不是在当时的国家手中，是在上帝的手中。他在那个黑人还没有平权的时代里面，他的成绩很优秀，
然而，如果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关键少数的人》，你们都知道，他们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黑人你要去上自己的厕所，你不可以跟白人一起用餐，因为你们是次等的。那个时候，民权运动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很有名叫马丁路德金恩，但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没有去，他们在干嘛？他们很想参与，但是环境的不公义让他们只能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没有办法。但是在那样的时候，他决定他要更努力的来工作，他要更努力的来活出上帝话语的心意。他如何看待我？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儿女的身份。于是 GPS 卫星定位系统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借此很方便的去使用，按一个按键，打一个搜寻，道路就出来了。从他开始，因他得福。就在那个不公义的年代里面，如果我们正经历到不公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的是，神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寻求他的心意，而且要活出他对我们的心意。在今天呢，他的见证里面，他就说到，他说：“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应该有上帝。”不是在那个当下他马上发现，是当他回顾他人生的旅途中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我们人生要有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有上帝的时候，那个定位出现，我们就知道要往哪里走。环境会告诉我们，你要向左向右，你要向上向下，这样比较舒服，这样比较自在，这样不用来抗拒别人的眼光，这样不用面对别人的批评论断。然而唯有上帝知道我们生命中那个最好的方向是什么，那个最适合我们走过去的方向是什么。他说，倚靠上帝的人要领受拥有那丰富意想不到的赏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年呢，教会呢也非常的有创意，让我们要来送爸爸，我们当中的爸爸礼物哦。这个礼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要帮助每一位爸爸，真的是辛苦，而且也是幸福的，因为上帝要送给你一个防丢定位的找寻神器。防丢定位，有时候那个不管是年纪大，还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像我就很容易忘记我的水瓶，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对，我当然又要找一下 ，OK， 好，我就需要这个防丢定位找寻神器，更是透过这个礼物，牧师今天要分享的是，不论你在哪里，上帝都找到你。上帝也让你拥有这样的礼物，才告诉你说，不论你的儿女现在在哪里，上帝要透过你来找到他们。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的慈爱要归于那些敬畏他的人，而且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邀请我们当中的爸爸，如果你是爸爸的，你可以拿着你的兑换券，然后来跟我们交换那个我们的礼物。我们礼物要送给你哦。今天的爸爸应该都有领受到那个兑换券哈。在我们当中的爸爸在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不是爸爸的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透过我们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上帝要赐福我们，也要兴起我们这个世代的父亲，继续成为儿女信仰上的榜样，继续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我们自己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就好像今天以晨的见证，就好像今天这些你听到的名字，就好像今天你的生命。当我们走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要来领受。已经有人在找寻了哈，
也愿意我们自己要成为上帝公义的儿女。很多时候环境，特别现在的台湾，我们遇到一个我们可能之前没有遇过的情况，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在遭遇。但是我们如果定位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走下去。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寻求谁帮助我们。而这位天父上帝在今天的经文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为我们伸张冤屈的神，他也是要带领我们活出公义的神。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来领受。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这位爱我们的天父要吸引你的心，要吸引你的心来贴近他的心意，要吸引你的心来经历他的医治，要吸引你的心来领受他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唱。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应许，要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身心有需要的，你需要医治，虽然我们会前祷告过了，但是上帝仍然听我们的祷告，或是我们刚刚没有祷告到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我们更是要寻求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说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冤的人伸冤。因为上帝的法则没有人能够改变，当我们跟随这个定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要来经历，我们是公义的儿女，我们要活出公义，不是等别人来活出公义再轮到我们，而是从我们开始，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来被神医治恢复，在他公义的标准里面，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的恩典。
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再唱一次。主，你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跟随你。我的心，我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神。主啊，你不照我们所做的罪孽跟过犯待我们，而是以你公义、信实又有慈爱、怜悯来接纳我们。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在我们当中承认自己的罪，要回转归向你的人。主，你让我们因着敬畏你，遵行你的心意，我们就领受那公义临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特别为在这个时候这块土地上所经历的，不论是在身心灵上，还是在我们的政治、外交、经济上的困境，主啊，恳求主你的公义临到我们当中。透过你的儿女，主，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主，让我们站在这破口当中，让我们站在这个需要上面。主，我们要活出你儿女的身份，就是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回应。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寻求你。你就是我们的定位，你就是我们所要去的方向，你就是引导我们道路的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放弃我们，也谢谢你接纳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奉献，让我们的心透过我们实际的回应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来预备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奉献来回应我们的神。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来我这一个良乡，并中这一程付出，都因为主你成就了，大
爱我们阿爸父，还是感谢你能够将你的众儿女能够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道。今天不只是庆祝父亲节，而是让我们知道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让世人知道你的爱，你无差别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你。也谢谢你能够求主能够持续的保守着我们，不管是我们在家庭、我们在职场、在学校以及在教会，都能够遵循你的教诲，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现在我们要承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大家平安。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弟兄蔡生奇弟兄，叶这边写错了那个叶生奇弟兄他有先离开吗 ？OK， 好，蔡生奇了没有。没有错了，我没有错了是上面打错了OK， 好，那其他如果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好，今天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主日在礼拜当中他们的服事，其实他们也很用心我们拍手来鼓励他们祝福他们。年轻人站起来，来，年轻人。来站起来，在后面好，请坐，请坐。愿上帝来赐福他们那我预期等一下台语礼拜有很惊奇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都要念台语，从台语很努力我昨天有教一些的这些年轻人感谢主，我们为他们祝福那我们刚才刚才如果有还没有拿到这个父亲节礼物的，有没有？上面还没有拿到我们马上定位寻找你那个好，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很快的，因为它里面有一张小纸那你要用你的智慧型手机，如果你是传统的手机，趁着父亲节，请你的儿女买一只新手机给你，好吧？好，那你扫描这个 QR code 下载这个这个程式APP 完之后，你把它按长久一点，它会有哔哔哔哔的声音，然后你打开这个再加。如果你不会的话，请你的儿女帮助你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你按一下，如果你绑在你的钥匙，或是你要寻找的东西你常常丢掉的，你看为宝贵的，或者是我们年老的时候也会走失，对不对？或者然后你外出寻找，你按一下，在哪里？再按一下你就找到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感谢主我们的总务部蛮有创意的符合现在的时代。你知道吗？上帝也常常在呼叫我们，你有没有叫出来？你有没有向他求救？愿上帝来赐福我们那等一下，如果还没有拿到那个纸，写一写，然后跟我们的同工来领。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有少家的这些孩子来就是义卖这个，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们自己做的那你可以先预定。那今天可能带来的数量有限，那我们购买这个其实就是支持我们这些少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他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购买，使他们能够在学习或是生活当中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经过我这样介绍一下，等一下那现货一定会一扫而空了那你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定让他们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帮你来送这个中秋的这个礼盒。好，
那我们教会1楼刚刚整修，那我们有发现那个接待台已经有刮痕了哦。那请大家爱惜这些的教会的公物啦哦。那有一些像后面的洗手台，它的柜子如果你打开的话，你不要就是很大力，你就轻轻的，它就自己会收回去这样哦。那请大家一起来保护这一些的一个物品哦。好，那我们8月21号12点半到2点，我们会有一个回家体适能这个。因为我们都久坐，对不对？久坐或是没有常常在运动，也透过这样来检测我们的筋骨了那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的活动筋骨让我们的筋骨可以舒展那这个有策弟兄也是我们教会会友，他在这一方面可以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的千年牧区也会在8月20号有一个桃林铁道的一个活动那有可以用骑 U-Bike， 那我们预计可能就是在10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是暖身10月我们为了10月底的我们的57周年的庆典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其中也会融合这些。我们来看影片。你可以骑你自己的车，或者是用去借这个 U-Bike 好，如果我们要报名的请洽我们的小组长了那我们一起来活动要活就要怎样？对，没错好，那室内运动会我们在8月28号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室内运动会，请报名跟我们的小组长报名。那我们的110学年度的第2学期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请我们家中如果有这些孩子符合这一些的规定的那可以向我们的语文干事来申请。好，我们也恭喜我们的谢秀凤执事，她的女儿嘉文，还有跟门诺会的廖杰阳弟兄他正在读华神，然后预备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今天下午3点半会在台北暨南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祝福我们有一些同工会在下午在那边参加来祝福他们，愿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那我们也为了张碧珠姐妹，她蒙主恩召，就是我们的张医师张维先执事的阿嬷她是我们教会最高龄受洗的，大概98还是99岁。那如果台湾会就是101岁那牧师已经在去为她祝福，然后先冰存在这个桃园的殡仪馆，我们预定在8月208月20我们在早上10点会有入殓11点火化，下午2点回到教会，我们有举行告别的礼拜那其实这个101岁是我们教会最高寿的那我们用欢庆欢送他回天家他在安睡当中老化安睡当中主接他回天家感谢主
我看到他的睡容，就像家人讲的，好像睡着一样啊。愿主来安慰这样不舍得这样离别啊。我们也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让他活出在他人生的路程当中，在98、99岁的这个阶段，也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这是恩典上帝的恩典。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8月份的寿星有没有？8月份，请站立起来。哇，好，我们来唱生日祝福的歌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日快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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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来祝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是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从你而来，是恩典的生命。你是给我们美好的事物，在基督耶稣里面。愿这些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让他们行出神的道，也能够成为人的祝福，让他们更多的领受，在他们生命当中，知道神你一直与他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一起还有金句。因为今天的程序有一点改变，然后我们最后来念今天的金句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诗篇103篇17到18节，再一次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跟恩典。愿阿爸天父永恒的慈爱、公义而信实、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遵行他的人，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请坐。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父亲节的礼物哦。